大甲妈祖绕境进香，对这个拜五暗时就要起驾咯，行高工八暝，按算初六暗时会到中华民生地下道。为了避免这发生抢救的冲突，中华警方表示会派出3000个警察来维持治安。今仔日也先进行演练。妈祖乱叫特别到啊，两阵人随一个来互相呛声，冲突了随发生，警方也强制介入。警方甲两阵人加开锁卡鸟啊，不管警察的作为，冲起来想要攻击警察。警方甲查甫人压伫咧涂骹，随后赶到现场调度队形部署，避免双方人马搁再接触引起冲突，完全是唔敢大意。中华警方初一早起进行这场演练，就是为着初五大甲妈祖绕境进香做准备。假如有不服指挥的话，有聚众要抢轿或报警斗殴的部分，我们会依规定来逮捕。这个月初五，大甲妈祖就要起驾，按算初六会到中华，暗时经过抢救一点民生地下道，也因为2022年通促党总裁张安乐有派人和警方发生严重的下体，中华警方去年成立机动应变队，由镇南宫董事长甘清飘亲手呼叫，才互乱叫平安通过。今年成立特殊任务小组，佮加入各分局的教官，全力要来防止暴力事件。经常在执行这个大甲妈祖绕境的勤务，那也比较了解这个冲突发生的这些群众，他们有一些行为啊，然后他的一些态样。警方只要不能够掌控得宜，不要让它产生流血事件发生，那警察的责任就够了。警方表示，今年除了韩国公庙签署公约以外，也伫咧五大冲突热点部署超过3000名警察，特别是这届绕境当着清明连假，按算人会搁较济，警方也会尽全力维持治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